哥斯拉到底是正义的代表还是邪恶的化身？大战后的旧金山一片废墟，幸存下来的人类满含泪水与家人团聚，但哥斯拉却精疲力尽地瘫倒在地上。此刻人类对他的生死比较纠结。原来哥总只是累了想歇一会，然后他逐渐消失在大众的视野之中，而随之消失的还有凯特的父亲秦泽教授。多年来，凯特不知父亲为谁工作，更不清楚父亲因为什么会突然消失。抱着活要见人死要见尸的态度，他独自一人来到日本寻找父亲。而现在的日本已经大不如前，他们害怕哥斯拉怀旧，突然回家乡探亲。城市到处都挖好了防空洞，布置了飞弹。更让凯特想不到的是，根据母亲提供的地址进屋后，第一眼他便看到父亲去世的异象。原来父亲在日本还有另一个妻子和儿子，甚至健太郎和自己差不多大。虽然凯特的年龄要比对方大几岁，可通过对方拿出的照片得知，反倒是凯特的母亲才是那个小三儿。此刻凯特瞬间破防，意识到是自己的出现打扰了别人的生活，他便尴尬的离开。刚走上大街，警报突然响起，人们都纷纷朝着一个方向狂奔，恰好健太郎母子也在人群之中。Early warning system. Warning for what? 他们拉起凯特躲进抵御巨兽的防空洞，其实警报是个假象，只不过是为了让人们精神恐慌，奸商们才好趁机大捞一笔。但不知情的凯特竟瞬间被带入，他回想起旧金山大战中的痛苦经历。作为一名优秀的教师，亲眼目睹无辜的学生丧命，竟无能为力，而这也注定会成为他终生无法走出的阴影。演习结束，凯特准备回到母亲身边，却被健太郎叫住。他相信父亲只是失踪，并没有死。为了找出线索，姐弟俩赶到父亲的工作室。其实在这段时间，健太郎不止一次来过，但始终是一无所获。凯特抚摸地图，发现了不对劲，地图的后面竟还隐藏着保险箱。看到这里，爱藏钱的小伙伴是否已经开始环顾四周了？凯特用自己的出生日期为密码，希望能证明自己的母亲不是小三儿。可惜他高估了自己，最后他与健太郎的生日合在一起，才打开了保险柜，而里面只有一个满是鱼腥味的公文包。其实这就是兰达博士死前留下的呢，但凯特却认识上面的标志。当时大战刚刚结束，一群身穿这样制服的人赶来，但他们只为收集数据，却对需要求助的人类视而不见。虽然他不知道这些人是什么身份，不过必定与父亲的失踪有着密切的关联。为了解开录像带中的信息，健太郎去求助擅长黑客的好友小梅。在小梅的一番神操作之下，很快就看到了录像带所记录的东西，里面都是没被世人见过的史前巨兽以及他们的相关信息。在众多图片中，凯特竟看到了自己的奶奶三浦惠子，她正站在哥斯拉留下的脚印中心微笑。凯特非常疑惑，难道奶奶也是神秘组织的人？但很快他就会知道，奶奶就是帝王计划的创始人之一。他们看资料的同时，帝王组织也接收到笔记被开启的事实，于是马上汇报给了副总拉姆，但他并没有上报这一消息，并警告秘书要为此守口如瓶。随后他安排可靠的亲戚与他前往东京，想必拉姆也有着不可告人的秘密身份吧。